后来有一寡这个女性的受刑人入狱了后，拿来生囡仔，这囡仔只会当对着妈妈，伫个家到3岁半，就要送出去拜托人来照顾。为着要甲受刑人的思念传送予远方的囡仔，台中女子教局请老师来教这个受刑人填做迄种重量毯仔，伫毯仔内底来加迄个塑胶粒，安尼囡仔夹起来会有去互妈妈揽的感觉。狱方希望讲，就由这款的课程，互受刑人珍惜甲囡仔做伙时间，出狱了后，唔通过来犯法。得年度下不眠，狮子到。这个囡仔才大这外尔，就要对老母背3字经。虽然有淡薄仔臭脸呆，也不伊完真赞。我也很亏欠他，他带他进来关，才那么小。我朋友就笑他说，他那么小就进来关了。互这个宝贝后生疼爱，佫唔甘，伊因为违纪案甲毒品案，互人关。无偌久就生这个上介细汉的后生，以后3个分别是9岁、8岁甲4岁查某囝，互人关了，拢互亲戚朋友照顾。2年外，逐工咧想查某囝。很后悔，对，当初不要碰就不会离开小孩了。也有小金嘛是共款，因为毒品案被判6年4个月，入狱后生一个查某囝，因查某囝2岁是离开家到，即马已经3岁外，逐工伫思念伊。每天都想啊，会想到他的笑啊，想到他的哭啊，想到他的闹啊，都会啊。小金少年讲，伊少年袂晓想，爱耍过目毒品，去过律介所，因佫决心无够，伊到被判刑入狱才知影讲，轻易毒品远离伊的心肝宝贝。送给我女儿，因为想要她身边有妈妈的东西，就好像看到她妈妈一样。小金甲小美对老师咧学做重量毯，一点一线穿过这个毯仔，代表因将对囡仔爱拢填入毯仔内面，嘛希望毯仔填好了后，架伫囡仔身躯顶，会使代替因将温暖甲爱传达给囡仔，嘛就此明白，甲囡仔斗阵的时间是无比的珍贵。出狱后，莫阁行回头路，创造全新的人生。